2027年美股最大嘅韭菜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埋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如果你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今日係2026年嘅8月10號，咁仲有4個幾月咧就到2027年啦。咁大家咧都好想知道咧2027年嘅美股嘅運程嘅。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邊個係2027年美股最大嘅韭菜咧？咁2026年最特別係乜嘢咧？就係史上最大嘅 IPO 之一啦，SpaceX 上市嘅。咁不過咧之後就一直跌跌不休啦。咁大家都好想知道2027年嘅最大嘅韭菜會係邊個？冇錯，就係 Elon Musk 啊！嗱，大家都以為咧2027年咧嘅丁未年咧 Elon Musk 又起肚啦，按道理應該都唔錯噶喎。咁但係因為有2個紫微朋友睇過 Elon Musk 嘅紫微盤之後咧，都話2027年佢嘅財運好差，甚至係比2025年更差。咁我諗因為未土都係屬於無負嘅，咁大家都知道啦 Elon Musk 係夾新人啦，咁就忌木嘅。咁因為如果見到木咧，就會比較容易破財啲。我都好好奇啦，睇下2027年嘅流月先。原來發現咧，2027年咧2月至到5月咧都係 Elon Musk 嘅破財星啊！嗱，即係咧呢幾個月咧都見木㗎。咁以下嘅流月咧係用西曆計算㗎。大家睇翻2月壬寅、3月癸卯、4月甲辰、5月乙巳咧，都係有見到木㗎。咁所以我諗Tesla 又好 SpaceX 又好啦，喺呢幾個月咧都唔太理想。咁如果你唔想破財咧，特別係呢幾個月咧，就盡量唔好掂 Elon Musk 嘅股啦。咁下次再見啦，多謝大家。